使徒行传第22章。保罗讲：各位父老兄弟，请听我即阵要为着家己辩护的话。因一个听到保罗用希伯来话对因讲话，就搁较安静。保罗讲：我是犹太人，伫基利家的大数出世，伫耶路撒冷长大，做加马列的学生，甲今仔日伫遮的主位同款，有受咱祖先律法严格的教育，热心服侍上帝。我捌迫害信奉这个道路的人，互因治到死，无论男女，拢甲因掠去关监。大祭司甲议会拢总的长老，为当为我作证，我嘛有对因得着互大马士革犹太同胞的批。后来我有去遐，要绑带伫遐的信徒，甲因掠来耶路撒冷受刑罚。我行要到大马士革的时，差不多是中昼，忽然有真强的光对天顶照伫我的周围。我跋落去涂骹，听到有声对我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是安怎在迫害我？”我问讲：“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？”伊应我讲：“我就是你在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。遐个甲我做阵行的人，有看到迄个光，无听见对我讲话迄位的声。”我阁问讲：“主啊，我着做甚物？”主对我讲：“起来，入去大马士革，伫遐有人会将我要指派你去做隆重的代志，甲你讲。因为迄个光真插目，我煞袂看见。我的同伴就牵我入去大马士革。伫遐有一个人叫做阿拿尼亚，是一个遵守摩西律法虔诚的人，不只受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尊敬。伊来找我。徛伫我的身边，讲：“扫罗兄弟，互你未阁看见。”迄阵我随时未看见，有看到伊。伊讲：“咱祖先的上帝已经竞选你，互你知伊的旨意，通看见伊迄位公义的仆人，阁听到伊的喙所出的声，因为你会将你所看见、所听到的对万民做见证。”哪要伫眼前起来领受洗礼，求叫伊的名，通互你的罪得到清气。后来我倒去耶路撒冷，伫圣殿在祈祷的时，入神看到主甲我讲：“赶紧，随时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这所在的人未接受你，为着我所做的见证。”我应讲：“主啊！”因家己在我以前去逐个会堂掠信你的人关落家，阁甲因拍。你的见证人司提反互人杀害的时，我嘛徛伫边仔赞同因，阁甲害死伊的人告外三。主对我讲：“你去，因为我要找你去远远的外邦人遐。”众人一直注意听，到保罗讲即句话时，因大声喊：“这款人着对地上消灭，唔通互伊活！”因大声嚷，踢破外衫，空中也涂粉的时，罗马的指挥官命令人将保罗押入去营房，刑鞭甲伊拍。为着要确实知犹太人是安怎在甲伊嚷，因甲伊拔起来要鞭拍的时，保罗对徛伫边仔的军官讲：“对一个无受判罪的罗马公民，恁用鞭甲伊拍，减有合法。”迄个军官一个听到，就去见指挥官，对伊讲：“那要安怎？这个人是罗马公民。”指挥官去见保罗，问伊讲：“甲我讲，你是罗马的公民是无？”保罗应讲：“是。”指挥官讲：“我用真侪钱才得到这个公民权。”保罗讲：“我出世就是罗马公民。”遐个要审问保罗的人随时离开。指挥官一直知保罗是罗马公民，
搁因为家己绑地，就真惊。隔日，指挥官爱知犹太人控告保罗的确实理由，就甲伊偷开，搁命令这司长甲全议会组织，带保罗出来，互伊徛伫因面前。